今年8周年庆呢，我们邀请到国内外各地非常优秀的演奏家。我是来自美国洛杉矶的戏曲演员吴素菲。我是香港中乐团柳琴小阮乐师陈怡玲，还有台湾当地的王明玉老师二胡演奏家，还有新加坡的黄成达老师。那么五湖四海的英雄我们都帮你请来了，就等着您到剧场里面跟我们一起共享美好的音乐。这一次呢，节目分为上下半场2个部分。上半场呢，我们请到罗尔仁先生为我们做的曲子叫《桃源行》。这首曲子是我们邀请新加坡作曲家罗伟伦，还有香港的作曲家罗坚2个共同创作。那么他是在描写说，他们从新加坡坐飞机出了国门啦，进到我们桃园，然后欣赏了各种景象。那么我们用影像把桃园的地景、人文，甚至我们的食物、美食、夜市，把桃园的景象介绍给大家。下半场呢，我们请到国际间有名的演奏家到桃园来祝贺我们8周年庆。那么有请到我们台湾在地的二胡演奏家王明玉老师。这次要带来的作品是弦意岭南，这是由著名的作曲家王丹红所创作。作曲家他运用了一些广东音乐的素材来做发展。那乐曲呢，清新流畅自然，也很优美。我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作品的时候，就非常的喜爱。这次呢，我们邀请到国际的名指挥家瞿春泉，为我们从上半场的《桃源行》跟影像合作，还有下半场呢跟各个演奏家一起合作。我即将和著名指挥家瞿春泉老师共同演绎他的作品《柳琴协奏曲·鸽子风》。在演奏上，我加入了许多吟、柔、推、拉、滑音等等的装饰，希望可以更贴近戏曲旋律的韵味。它是用柳琴来诠释我们鸽子戏里面的一些乐段或是唱段。在映霞桃花源的音乐会中呢，我将为大家献上来自江南的乐曲《虞美人》选段，一句话胜过千万言，和上海的沪剧选子主题曲《弯弯河水流远方》。千言万语不如一曲动人心弦。我希望通过我的声音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戏曲的独特魅力。这8周年来，每一年我们都想尽办法把最精彩的节目呈现给大家。这次跟桃园市国乐团的合作是第一次，非常开心，也十分荣幸，这次受到桃市国的邀请，能够透过自己的演奏跟大家分享音乐里面的感动还有美。对我来说，除了幸运也很感恩。映夏桃花源音乐会11月24号星期天下午2点半，在桃园展演中心，我们与你相见。